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2025年3月初5。今日这个经文是诗篇51篇第1节到17节，以赛亚书58章第1节到12节，哥林多后书第5章20节到第6章第10节，马太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6节，16节到21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三恢复。今日是教会历1年1度的三恢复节。对今日开始40天，咱讲这个斋戒月。这40天无包括6个主日，所以意思是讲，对今日开始46天了后，就是主耶稣基督受难的日子。然后就进入第3天的过活。三恢复节伫礼仪的教会、传统的教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伫即天的阴暗，通常会举行三恢复的礼拜。伫礼拜中间，互这个对主持圣礼的神父也好，还是牧师，用伫进前1年。橄榄枝烧做符所收集起来，用伫这个礼拜的礼仪的中间，用这个大头鼓来运这个恢复来抹伫参会友的中间下头，安尼画一个十字架，用安尼来代表着认罪悔改的心意。但是伫原始的这个受难节的节期的中间，并无有三恢复伫圣经内底无这个三恢复节。上早是伫天主教的修道院苦修的内底伫实行，用伫头顶三恢复来表达对耶稣基督受难的感恩甲认罪。到第11世纪初期，则对一个教宗欧尼巴诺的日逝定做斋戒月的礼仪的第1天。英国教会脱离天主教，建立着圣公会，也用这个做传统。圣义宗教会也伫20世纪以后，则佫恢复着三恢复的礼仪甲传统。牧师第1届接触就是伫美国福音圣义会服侍的时阵。改革中新教传统并无强调，但是最近几年来，愈来愈侪的教会开始重视这个三恢复节的信仰意义，并且开始执行这个三恢复的礼仪。三恢复节并毋是一个固定每一日伫倒一天，但是拢固定伫拜三。所以伫英文咧讲，这个日子叫做 Ash Wednesday， 就是恢复的拜三。即天上早可能出现伫1年的2月初4，上晚大概是伫3月初10。这是因为对国外节来往回来算40天出来的日子，国外节就是伫这个第4世纪第1届的尼盖亚公会的会议的中间共同决议，无搁再采用犹太历的盘过节同日，所以每一年的春分月娘年了后的第1个主日叫做国外节。这是北半球的观点啦吼，南半球就是秋分啦吼。但是若春分月娘圆的迄一天是礼拜日，那安尼国外节就顺延1礼拜。所以每一年的国外节有可能上早对3月22一直到伫4月25号中间来出现。三恢复节的目的是要爱互基督徒用更较专心的态度来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
40天的斋戒月就是咧纪念耶稣基督伫旷野遥饿40天的日子。因为安尼，咱知三恢复节、斋戒月，也是讲咱讲樟树周日樟树主日甲受难周、受难日，以及各外节，是一个复合的一个节期啦吼。最主要是要爱纪念耶稣基督的受难、被钉、搁活的救恩。上标准的经文，咱通常拢会用述这个诗篇51篇，大卫王的悔罪的诗篇来反省思考。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认罪的经文吼。今日的经文比较较济，有4段吼，请咱兄弟家己来读。当然咱用实际的行动来反思、来认罪，并且领受主国外的救恩。恳求主帮助阮伫你所享受互阮的国外的救恩的中间，会通来反省阮家己，伫透过这个三恢复节、斋戒月来反省阮的性命，是毋是会通见证主？得到主的欢喜，感谢主享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互阮的性命会通来迎神益人。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